踩上来。那你觉得幸福是什么？幸福？小的时候穿上漂亮的公主裙就是幸福。可是现在，只要能赚到下个月的生活费，我就很幸福了。哦，我姑姑之前也有很多计划，可是腰伤之后，她就跟我说，健康才是求之不来的幸福。是啊，健康才是求之不得的幸福。老板，你觉得幸福是什么？得到金安奖吧。我知道那个奖，很多设计师都梦寐以求。是得到那个奖就能一炮而红，打入国际市场了吗？我得了奖之后就退休了，差不多准备离开这个行业。那怎么行啊？你简直就是老天爷追着给你喂饭吃，别人求都求不来的天赋和才华。我谢谢你啊，这种时候还忘不了拍马屁。我不管，反正你不能退休啊！你退休了，我给谁当助理？你那么有才华，我不在你身上薅一点才华走，我就不罢休。你不能退休啊！行，你一定要一直做我的助理，无论我去到哪里，啊。有人吗？有人。来，两位，快上来吧。你先上去吧。老板，你先上。你先，快点。不用，一会儿拿一根绳子把我吊上去就好了。踩上来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。员工怎么可以踩老板呢？快点儿。老板，把手给我。把手给我。哥哥，我许的愿望是爸爸妈妈快点醒过来，希望哥哥也平平安安，我们一起离开这儿。